我哋呢個環節將會探討下全球機械人嘅發展。我哋繼續有 David 同埋 Ricky 同我哋分享。David 啊，我哋首先了解下中國機械人嘅發展咧，而家究竟係點㗎？咁其實本身中國已經係全球最大嘅工業機械人市場，已經超過成10幾年啦。咁其實喺自動化或者係自主研發呢方面都取得非常之重要嘅成就。咁我哋見到係，如果你講係工業機械人嗰個密度咧，其實中國本身佢嗰個都排行全球第3位。而更加重要係佢短短4年之間咧，就將嗰個密度係翻倍咁樣。咁講到人形機械人啦，咁其實截至上年年中咧，其實都有差唔多係超過160間，全球有160間嘅製造商。咁當中講緊係超過60間都嚟自中國啦。至於專利申請方面啦，如果你睇翻過去嗰5年間有提過人形機械人嘅專利申請數目啦，其實中國係位列全球之冠。咁當然一個中國好大優勢咧，就係佢本身有個非常之完整嘅供應鏈生態啦，同埋佢本身都比海外市場係更加具有效率。咁中國就掌握咗全球超過60%嘅製造人形機械人關鍵組件嘅啲供應商啦，特別係講緊一啲執行器嘅零件啊，或者稀土加工嗰方面。咁呢啲優勢都令到中國嘅廠商咧喺製造成本方面係比外國更加低廉嘅。咁第二啦 ，Ricky 都啱都提到啦，其實嗰個政府嘅扶持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催化劑。咁國家已經將人形機械人係視為一個重要嘅戰略優先事項啦。咁亦都個重視程度係不斷咁樣提升。咁我見到目前都有差唔多係超過10幾個省市咧，係將人形機械人係納入為當地嘅經濟嘅規劃之中。咁以我哋鄰近深圳為例啦，佢都設立咗規模係成100億人民幣嘅 AI 同埋機械人嘅產業基金，就會扶持翻個產業嘅一啲軟硬件嘅方面嘅發展。咁另外啦，其實中國嘅電動車公司咧都大力咁投資喺人形機械人方面。咁本身內地嗰個電動車行業嘅競爭都非常之激烈啦，就令到其實好多車廠佢都有一個迫切嘅需要去尋求一啲業務嘅增長點咁樣。咁再加上電動車同機械兩者喺嗰個技術方面都有唔少重疊地方，咁兩者佢都需要有一個環境感知啊或者互動嘅能力咁啦，都需要利用到一啲感應器啊、演算法啊去處理外邊嘅啲環境，再控制嗰啲機械點樣喐動。咁所以如果你展望將來嘅話，一旦有更加多嘅關鍵零部件係可以實現到商業化同埋投入量產啦，咁我覺得其實人形機械人都有機會好似內地個電動車行業咁樣，都嗰個滲透率持續不斷咁上升。聽完阿 David 講解咗中國機械人嘅發展啦，我哋都有了解下其他嘅市場。阿 Ricky 啊，美國或者其他地區機械人嘅發展又係點嘅咧？咁首先講咗美國先啦，咁我覺得美國喺機械人方面嘅發展相對係比較領先嘅。咁因為美國其實好多嘅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咧，佢喺 AI 芯片、算法或者人機交互方面咧，都進行咗好深入嘅研究。咁而呢啲咧都係機械人一定需要用到嘅知識或者一啲理論嘅一啲基礎嚟嘅。咁而其實美國尤其喺 AI 芯片方面其實非常之強大啦，咁呢個會令到佢哋嘅機械係變得更加智能，咁呢個亦都係相對中國嚟講佢哋嘅一大優勢。咁另外喺應用方面咧，咁我哋見到美國喺唔同方面都應用到呢個機械人嘅。咁首先係軍事方面啦，咁見到佢哋喺軍事偵察或者係拆彈方面咧，都係經常用到呢個軍事機械人。咁而喺另一方面包括醫療咧，咁醫療機械人方面美國嘅企業嘅市場份額都非常之高，咁其中代表嘅企業咧就係一間叫做直覺外科嘅公司，咁佢英文叫 Intuitive Surgical。咁其中佢嘅手術機械人咧就係好出名嘅達文西手術機械人。咁而喺人形機械人方面咧，美國都處於一個領先嘅地位。咁其中代表嘅企業咧就包括 Tesla 啦，同埋 Figure AI 嘅。咁其中 Tesla 嘅人形機械人 Optimus 咧，而家已經喺內部幫助 Tesla 去生產呢個電動車。咁而 CEO 馬斯克亦都講到，2026年開始咧 ，Optimus 將會大規模生產同埋進行外部銷售。咁佢嘅指引咧就係2025、26同埋27年咧，每年嘅生產都會去翻10倍嘅。咁2025年嘅生產量將會係5000部啦，咁26年將會係5萬部，而27年就會去到50萬部嘅。咁頭先都講到，而家製造成本其實係5萬蚊美金，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嘅。咁但係隨住大規模生產啦，咁佢預計呢個成本可以降到2萬蚊美金。咁而歐洲方面咧，其實佢哋喺機械人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出名嘅。咁其中德國嘅工業機械人咧就以呢個高精度係著名嘅。咁見到德國工業機械人咧，其實都應用喺好多嘅汽車生產入邊。咁而另外嚟講，歐洲喺協作機械人方面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咁呢個協作機械人咧，就係同工業機械人唔一樣。工業機械人咧就係全自動化生產嘅。咁而呢個協作機械人咧，就係同人一齊去生產某樣嘅事物。咁所以呢個咧就比較適合一啲中小企業啦，同埋做一啲少量多樣嘅生產。咁
咁而日本喺呢個自動工業化方面咧，都有佢獨特嘅優勢嘅。咁其中代表嘅企業包括係 Fanuc 啦，同埋 Yaskawa 等等。好多謝 David 同埋 Ricky 嘅分享，大家講解咗中國啦、歐美啦、日本等地機械人嘅發展。總括嚟講，機械人而家屬於一個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嘅階段，亦都作為一種嘅戰略投資。我哋預見各國嘅政府同埋企業都會加大投資嘅力度，而行業將會繼續持續發展嘅。我哋要繼續關注呢一個行業。今集嘅 CFA 論金融嚟到尾聲，我哋再次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再見，拜拜。